299蚊玩轉赤坎古鎮2日1夜，天天出發2日就成團，仲有咁多場呢啲真人實景 show，睇到你過晒癮啊！大家好，我係湯仔，今次呢條筍團就係為咗回饋一直咁支持我哋美美假期嘅街坊，行程輕鬆，自由度高，日日都會出發，2個人就可以成團啊！就算你同朋友就得2個啊，我哋照樣派部大巴車嚟接送。而家嘅位置呢，就喺赤坎古鎮嘅景區入面啦。嗱，呢度呢係一座充滿南洋風情嘅百年古鎮啦。最值得睇嘅就係到處可以見到中西合璧嘅騎樓建築有成600幾座，而且各種表演多達10幾種。其中最值得睇嘅就呢4大真人實景 show 啦。摩登時代歌舞表演加劇情演繹，百老匯式嘅演出，老少皆宜，皆大歡喜。成個氛圍就係輕鬆又幽默。紅色婚禮各種場景切換，視覺效果都非常好。演員專業，劇情緊湊，每一幕都會震撼人心。火獸飛圍打鐵花加煙花噴泉，睇到你眼定定。僑鄉故事加持，一到夜晚黑啊，嗰個場面雲帝又出片。龜圖江水實景加光影舞蹈演繹僑鄉故事，情懷滿滿，舞台效果震撼，煙花密集，又感人又有氛圍感，適合一家大細去睇。再帶大家睇下我哋住嘅方面係點樣。呢間呢係25年全新開業嘅金墟酒店啦，房間闊落，冷氣夠足。家私裝潢都非常新淨，平時過嚟住啊都係成800幾蚊一晚啊！點解會咁貴？因為最緊要咧係佢嘅地段，4場大 show，除咗龜圖，其中3個表演場地就分布喺佢隔籬左右，而且酒店啊離我哋美食街又近喎，周圍食嘢咧都非常之方便。台山特色黃鱔飯，柴火慢焗，米粒金黃，吸滿啲鱔汁啊，鹹香入味。民國流傳到依家嘅赤坎豆腐角，豆腐加魚肉香料煎至金黃色，傳統嘅老味道。馬崗瀨粉，粗米粉加老鵝膠，蓮藕藥材湯底。粉錦粥湯底濃郁，特色小食雞脷燒煮甜品，赤坎深球紅豆沙加綠豆沙加西米椰漿，呢種組合我都未見過啊！除此之外，呢度仲有好多當地特色美食等住你嚟打卡。睇到呢度啊，係咪覺得好正呢？299蚊就咁多場 show 睇，住園區嘅新酒店，食遍江門嘅美食，仲要2人就成團，天天出發喎。而家呢個活動暫時只有4月同5月，名額真係有限。想報名記得打我哋熱線電話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大門市分行報名啦。